台中出名的景点彩虹冠村的创造者彩虹阿公，昨下晡伫困梦当中永远困去做生路，真长会寿101岁。早起一透早，虽然天气真冷，也是袂少人到彩虹冠村来对思来怀念阿公。 日头早天气真冷，不过台中出名的景点彩虹冠村已经有袂少的民众，袂少人拢是听到打造彩虹冠村的彩虹阿公恩永富贵身，特别赶过来。看到这一些彩虹都是他留下来的。我真是有一点感伤，可是也不甘。次来的时候还有在，反正那个是2018年的时候，因为他真的就很像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人呀。昨下晡彩虹阿公伫梦中过身，食到101岁，那民众感觉真可惜，市长卢秀燕嘛真唔甘。想念他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他没有什么病痛，在没有病痛中可以也算是福寿全归。2007年，因为市地中位，彩虹阿公开始伫面对着要拆掉的人家厝，也有附近的壁刀画图。虽然无接触过正规的艺术训练，不过伊破失个五彩风格，嘛引发着民众的关注。甚至佮去互外国的旅游杂志选做上届值得探访的景点之一，嘛超过英国 BBC 的新闻。徛家最后嘛保留了个，不过后来彩虹阿公嘛和前经纪人发生着合约的纠纷，对方甚至迫害部分的作品。很难过。 晚上都没有睡觉那个。当时彩虹阿公已经搬走，听到这个消息是真激动。虽然经纪人讲毁掉的并不是彩虹阿公的作品，是团队创作的，不过市府也是提告毁损。可惜判决的结果都也未出来，一手打造彩虹冠村的彩虹阿公煞已经过身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